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正義女神，嚟到第20集。劇情講到警方放蛇假扮買家，拘捕賣家莫日修，破獲一宗銷贓案，從而揭發贓物來源係來自一個行山徑盜竊慣犯范朗東，而其中一樣贓物就係一隻手鐲。言官發現呢隻手鐲係來自高成斌嘅補習老師 Lydia。范振東話佢係喺榕樹澳執到呢隻手鐲。何督察帶住一班人去附近山頭搜索，結果終於揾到 Lydia 嘅手袋、身份證同埋佢嘅骸骨。呢個時候亦都證實 Lydia 已經死咗，而佢身邊有一條鐵鏈。何督察認為呢條鐵鏈可以證明佢係一單兇殺案，但係上司陳本樹警司認為證據唔足夠，再挖落去都冇用，所以將案件列為懸案。而言官同何督察沿住范振東呢條線搜索，諗到附近有沉香木，可能漁農處嘅穿山甲隊會設立 CCTV 去捉呢啲偷伐沉香木嘅人，所以佢提醒邱光正去揾呢啲 CCTV。結果穿山甲提供咗一盒有錄影片段嘅 hard disk 俾邱光正。當光正佢攞住呢啲錄影 hard disk 離開嘅時候，突然俾一架電單車嘅司機搶走咗佢嘅公文袋，而呢個公文袋就係裝住咗呢啲錄影片段嘅 hard disk。究竟乜嘢人會喺律政司官員手上搶走呢啲證物呢？范振東嘅辯方律師程律師提出，應該要相關人員出嚟出庭作證，講出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，因為呢啲錄影片段亦都有可能證明佢嘅當事人係無辜嘅。言官接納程律師嘅建議，傳召證人包括律政司嘅高官出庭作證。原來搶走證物嘅係高淑華，叫張品威揾人做嘅，因為錄影片段可能會影到高成斌同 Lydia 出現喺片段裏面。高淑華為咗掩蓋高成斌嘅犯罪證據，所以叫張品威揾人搶走呢啲證物。而佢睇完啲錄影片段之後，馬上刪除咗高成斌相關嘅片段。跟住落嚟，高淑華為咗唔想言官再追查落去，直頭策劃一個罷免嚴惠之嘅行動。究竟佢又用咩陰招，差啲罷免咗嚴惠之？下集我哋會講罷免嚴惠之，究竟嚴惠之可唔可以避過罷免？又有邊一個可以幫佢避過呢一劫呢？咁就唔好錯過下一集罷免嚴惠之嘅精彩劇情。如果你都中意睇正義女神，希望你幫我撳翻個訂閱掣，咁就唔會錯過條片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